怎么啦？怎么来的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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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来的？啊？怎么脸都红了，宝贝？快坐！坐儿子！哎呀，快坐！快坐，儿子！快坐！老公啊！老公啊！怎么回事？吃东西了！哎呀，打了半天功夫，哎呀，给我！哎呀，来，给我！不然吗？你看，没有，不然吗？没有。你打电话了吗？我没打电话。你要麻烦呀，我拿东西回家。哎呀，快坐，宝贝，快坐！快坐！好呗，我先买了这个东西试呀。这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我可别乱吃东西了。如果你也担心家里的孩子发生这种意外，真的有必要在家里配一个装置。人一旦被噎住，留给我们的黄金时间只有几分钟，这个装置关键时刻就能发挥作用，几秒钟就能将异物吸出，放在家里也多一份安心，多一份保障。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，包裹口鼻，轻触按钮就能将异物吸出，老人小孩都能独立操作。